台南市代表队参加102年全中运比赛，创下破纪录人次上悬的好成绩。除了归功于学校的支持，嘛要感谢教练以及选手努力练习，才会当伫今年全中运比赛当中摕到31金、37银、36铜的好成绩。尤其伫破纪录方面，台南代表队更创下全国破纪录人次上侪任务。对此，市府特别举办颁奖典礼，表扬选手的优秀表现。台南赞！中等学校运动会的台南市代表队的一个丰收表示表扬跟嘉勉，因为他们今年在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里面，它的破纪录跟创纪录的项数是全国第一，那总奖牌数也是历年来最高的。那金牌数去年有24，今年有31个金牌，所以真的是我们小将的这个将士用命，我们真的是让我们大人们觉得非常感谢。好，那我想说，对于运动员的这个奖励或者训练的增强，我们都会努力来增加，也希望说让我们的台南市的代表队，这个创出佳绩之后，不要让其他县市挖角挖走了，这个是我们努力的目标，能够把留住金牌选手、留住奖牌得奖的选手，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目标。所以，我们今天的庆功这个表扬典礼之后呢，接下来下一个课题就是要留住最优秀的顶尖的选手。这次得到表扬的选手为吴亮云、王新秀、王佑成、李恩云、杨伟达、黄正、吴威汉、戴伟志、杨子信、易博安、李佳云、林鹤成等选手。市长黄伟哲除了鼓励这些选手未来要持续努力赢得佳绩以外，也期盼明年的全中运，台南会当有更多优秀选手的出现，为台南市争取公赢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